欢迎收看台语真练灯，愈讲愈练灯。啊，小拍啦！我今日摕这棒球这机来直接要甲你顶过去呛声啦！你安尼共呛，啊，人佫甲你呛，安尼呛来呛去，莫呛！你看啦，你看，世界是圆的，球是圆的。哎呦！你若要安尼呛吼，小拄会着啊！大概小拄会着。啊，今仔日咱摕这个棒球，啊，佫摕你这个球锤。咱以前真少讲到运动的题目，但是呢。啊，咱家是毋是想的？嘿，刚刚真正，咱像拢无讲过，真正拢无讲过吼。棒球，这咱第一道吼，第一届讲棒球咧。系啊，所以咱摕这出来吼，就代表吼，要甲大家讲一件好代志。好代志，啥物好代志来？就是咱华西今年开始要转播 MLB。美国职业棒球，为今年开始，美国职业棒球，请看华西。是。我要甲这接袂落啊！为啥接袂落？因为我真正对棒球无啥熟。啊，你平常时间敢有咧看美国职业棒球？其实吼，美国的职业棒球我是无真咧看，但是我印象上深的，就是当年迄个投手王建民。王建民。哦，伊迄当时洋基队时阵迄个时阵台湾的看美国职业棒球的迄个风气吼开始起来。我甲你讲，当年哦，全台湾人拢是洋基队球迷。是啊。我甲你讲，大家拢要看王建民投迄个伸卡球，有无？是啊。哦，伊大概一出场洋基队就赢。哦，一场一直赢。一直赢。哦，咱台湾人连胜21场。咱台湾人的骄傲，台湾之光。是，其实对我来讲吼，这拢无啥对我无影响啦。因为我拢感觉还好，普通。啥物？我就看人伫遐咧，安尼投球啊，甲球拍出去啊，红不让。啊，你就是无拄到一个吼，对棒球内行的人吼，咧甲你讲啦。是哦。你若有听，你若有迄内行人咧甲你讲迄棒球吼，你会感觉足精彩。真的哦。所以你爱看。华视即摆咧转播的，啊是哦，啊你真正是做对公司做有爱心的。因为咱公司吼，迄有一批真专业的体育的主播，到时阵伊会带着咱大家吼，啊来看即个美国职业棒球安怎拍，安怎讲，迄精彩的所在伫咧对，啊解说互大家来听，一定足精彩。虽然咱无专业，咱毋过咱华视内底有专业的主播。对哦，带领大家做伙来看。啊，不过话佫讲倒转来呢，咱即届吼要转播即个美国职棒的即个比赛吼，其实嘛一波三折。是啦。会无真顺势呢？应该是讲吼，美国职业棒球的比赛，伫咧美国遐因为肺炎、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关系，本地去年啊3月26，伊就要开始比赛。啊，咱台湾嘛是迄个顺势，优待迄个时阵咧转播，也毋过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开始拢无比啦吼，比到7月外，迄个时阵才开始咧比赛。所以啊，今年有较好一点，一定要开始啊！要开始啊！啊，咱讲到咱台湾的转播嘛是一波三折，真大波折的啦。因为啊，本地有咱台湾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台。咧转播这个比赛是，毋过迄个体育台啊，伊伫今年退出台湾的转播，无爱啊，无爱伫台湾开电视台啊。啊，本来咱的优线台、咱的优台嘛有咧转播这个比赛，今年嘛无爱啦。是因为权利金伤悬啊！啊，即道咱华视就是落重本啊，对啦。啊，开这钱吼，希望大家来讲看，为一下本的。无啦，其实上重要是讲吼，咱华视是属于公共集团，是。咱为着咱迄个民众的权利，也是去甲这个转播权甲摕落来，啊转播吼有兴趣的这个乡亲民众，大家当有一个频道来收看。是啦，啊咱讲到野球，咱嘛是爱教一寡正经的物件。讲实在呢，因为这个棒球吼是安怎来的？是安怎来？美国先来发展，啊美国传去日本，啊日本传来台湾。所以咱的棒球吼，有真侪迄个专业的迄种讲法，拢是较日本的发音。是啊，这咱嘛是有在地讲法啦。啊，你较搞讲，我会记得你日本话讲得真好。我日本话讲得真好，我爱看日本的棒球。啊，你来讲。你像咱真像迄个几百字音嘛，你拢讲一句。哦，拢对啊，哦，厉害。下一句讲到偌好，你即摆我讲甲，你等我
倒开了啦。真侪人外学努力讲，哇，想袂到小龟日语讲解也好，对无？所以今仔日有关这个棒球方面的专业的这个名词吼，咱就互小龟。交互我来讲。来，你来。啊，棒球咱一开始咱第一个反应听到就是讲，为日语过来的叫做野球。嘛有真侪乡亲讲野球。野球我较定听到。要毋过吼，另外一个为英语变做日语，啊，佮变做台语的，叫做保路，对唔是啊，安尼较好记啦。球诶，英语叫做 ball，B-A-L-L 嘛。ball。啊，日本话就讲做保路。因为加一个路啦。嘿，保路，因为伊袂晓卷舌啦，嘿啦，啊嘛袂晓用迄喙齿啦，喙齿，嘿啊，尾啦，嘿啦，喙尾，所以吼，伊就变成保路。好，棒球、野球叫做保路。嘿，啊，过来。另外一个是投手，就是这投手。嘿，咱台语讲投手，投手。嘿，投手嘛。咩来讲？pitcher，投手叫做 pitcher。哦，pitcher，就是投手的意思。啊，过来，保手，保手。一开始咱听到拢是保手嘛，保手就是伫咧拍球的迄个人后壁接球的迄个保手叫做 catch， 这个保手叫做 catch， catch。好，我甲你学一句啦，好 catch。啊，这支叫做啥支？哦，你讲迄支，好，这支棒球棍就对啦。你讲这支叫做啥？腿啊，球腿就对啦。球腿，你较定讲球腿嘛？腿啊，啊，其实吼腿啊嘛是会使。所以伊无特别日语的发音哦。伊嘛是有英语翻做日语，搁翻做台语的讲法。我知，叫做啥啦？巴达，这个叫做巴达。好，巴达。巴达。咱继续来讲这个打击者，要咱头讲迄个棒球，迄个腿，迄个叫做腿啊。就迄支咧讲棒球，迄叫做腿啊。是。所以呢，打击者叫做腿啊手。好，来继续你个腿啊手吼。那讲出去。背做安打，要讲。hit。哦，真 hit 就对了。好球。啊，那迄个全垒打咧，哦。全垒打。红不让。哇，红不让，咱的双牌啊，那中赢嘛，红不让。哦，是哦。对啊。哦，你这骄斗。啊，无啦，你若要讲我骄宝。骄宝哦，对啊。啊，咱人工吼，若真正有需要用这个台语来转播这个美国职业棒球的比赛吼，就派小龟来就好啊。刚好迄天。有啦，但是你要去转播进前吼，爱讲甲一寡棒球专业的一寡规则甲知识吼，爱去好好啊，搁甲研究一下，用功一下，安尼你就使出来播啊。其实吼，咱有兴趣无兴趣，拢无大忌。上重要的是吼，有一寡运动题目的遮的台语吼，咱加减知影。哦，原来就是安尼讲。加减讲。对哦。台语原来就是安尼讲。是，因为这拢较专业嘛。啊，当然讲，因为这个棒球咱讲为美国、日本啊台湾，所以一寡用语拢较属于外来语啊。日本翻过来啊，日本话翻过来啊。是，所以较难。较难，嘛毋是难啊，就是咱较讲袂惯势啊，讲袂惯势啊，是啊，咱有时间就好啊。咱以后有时间，咱就来加讲一寡其中题目。好，这教你啊。啊，后日这时间，若有兴趣，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练得，拜拜。因为我真正对棒球无啥熟。哈？嘿。我想讲你就内行呢。哦，无呢。一般来讲，棒球是查甫囡仔会真介意啊。野球啦，棒球啦，啊无篮球啦，这你拢无爱。这我拢无爱。你足奇怪呢。我国小的时阵捌拍过排球。排球，啊个躲避球。人阮兜的小朋友啊，因足爱棒球嘛，足爱篮球的呢。迄是因为咱即马国小吼开始有咧。慢慢有咧教这，啊有迄棒球队啊、篮球队啊、什么校队拢出来。所以你当初无咧教？无，迄个当阵足少，拢是体育课无，迄伫遐算算安尼。哦，安尼系啊。嘿啦，嘿朋友，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了解新的消息，搁听我来学台语。即马用 Google， 用 Apple，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赶紧看我每边，我林个丁，做伙来听台语真练得，互你台语愈讲愈练得，耶！